继续来到彰化市，有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，有一张大青仔树，位中撑过2楼的便所，真特别。伫路桥边啊，这栋3层楼的透天厝，互生满树叶的树枝包掉咧，讲为真大片啊，亲像树篮。树根伫透天厝的1楼顶啊，较树棵对咧条啊，穿过天棚，通到2楼，穿过便所，拄啊好生伫洗手台啊和马桶之间。可以对吧？好，去确定未？袂啦，一般拄啊好啦，刚好。阿嬷讲，这间厝是伊的先生伫40多年前起的，当时就有这张祝融。先生真介意种树仔，所以起厝的时阵袂甘得甲错掉，所以规气对这张树仔来起，甲树壳包掉的，互伊会使继续生。这有绿色的吼，对咱目睭也较好，啊，佫会遮风遮日头，嘿，较凉。厝大到即马，除了壁佫有太露有淡薄逼顺，所以结果到目前拢无受到影响。阿嬷讲，毋免装冷气就真凉。这栋特殊的银树共生的树仔厝，佫捌去引外地人包游览车来看，真做当地特殊的地标。